香港詐騙之都系列550次2年有效期，70幾歲，佢唔係貪平，亦都唔係貪靚，佢只係想對自己好少少，門口好光猛，職員好有禮貌，講嘢好溫柔，你會覺得呢度好安全，呢個療程好啱你，做完會精神啲。好多同你差唔多年紀嘅人都有做，一次之後佢又再推介下一個，又話有優惠，又話今日先有，你唔好意思拒絕，因為人哋對你好客氣。個合約上面字好細，好多條款，冇人逐條同你解釋，冇人話你仲剩幾多次，冇人提醒有效期，不知不覺療程累積到550次，總金額超過30萬。就算你每2個星期去一次，都要用20年以上先用得晒。但係合約只有2年，呢個唔係意外，亦都唔係記錯，係一套設計好嘅推銷方式。冇人阻止你買，冇人提醒你停。呢件事入面冇犯法，冇人壓你簽假文件，但係合法唔代表公平。如果你屋企有長者，陪佢睇合約，其實比陪佢做療程更重要。記住3句安全拒絕說話。我想返屋企同屋企人商量先，今日唔決定，我之後再聯絡你。我暫時唔需要，多謝你。